回顧翻琴日歐聯決賽啦，大方向阿仙奴不敗咧贏半個盤。開波之前咧，阿仙奴受讓平半嘅賠率咧係非常之低，只有1.83。我冇落注啊，我希望等比賽途中阿仙奴受讓平半嘅賠率上升到1.9以上咧先落注。但開波6分鐘下，維斯已經幫阿仙奴先開紀錄，我已經等唔切上車。我嘅宗旨就係寧願錯失機會，都唔好夾硬上車。本來咧都打算呢場波咧買唔到啦，但係見到阿仙奴不斷咁樣收縮，完全冇進攻嘅意欲，我就知道巴黎一定可以追平，甚至反超前。因為9守必失呢一樣嘢係必然嘅定律，而且巴黎呢條咁具質素嘅攻擊線，一次嘅攻勢就可以致命。果然1-1，先賺1手。去到12碼階段，我買咗1手巴黎12碼贏。其實我好少買12碼。因為好多時咧都係賭運氣，但係巴黎贏12碼嘅賠率咧真係幾高，加上龍門咧沙芬諾夫咧係救12碼嘅專家，值得搏。咁樣咧就俾我搏贏咗啦，幸運成分偏多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一啲實力成分更多嘅比賽。